你知唔知？其實我哋每日都面對好多睇唔見嘅壓力，空氣入邊嘅懸浮微粒、細菌、病毒，仲有日復日嘅生活壓力，同飲食入面隨手可得嘅高溫油炸食品、精緻澱粉，仲有食品添加劑，呢啲內在同外在嘅刺激，會不斷引發我哋體內過量嘅自由基產生。自由基就好似潛伏喺體內嘅小火苗，會不斷偷襲我哋嘅健康，破壞細胞，損傷血管壁，甚至令肌膚提早老化，仲會導致身體機能下降。長期累積就有可能成為各種慢性疾病嘅溫床。面對呢啲幾乎無所不在嘅傷害，好多人都會開始選擇補充一啲抗氧化嘅營養品，但係市面上嘅抗氧化產品五花八門，由維生素 C 到各種植物提取物，選擇琳琅滿目。咁究竟咩產品先至可以真正有效對抗自由基呢？我哋嘅答案係葡萄籽100。葡萄籽嘅核心成分係原花青素，係嚟自葡萄籽入邊一種多酚類嘅抗氧化物。研究指出，葡萄籽入邊嘅原花青素濃度越高，抗氧化力就越強啊！所以我哋特別揀咗嚟自意大利米蘭，擁有百年歷史嘅傳統大藥廠 Indena 作為原料供應商。Indena 掌握住全球最頂尖嘅葡萄籽提取技術，能夠穩定提取純度高達95%以上嘅原花青素。呢個數值喺 Indena 入邊係最低標準，但對其他品牌嚟講，往往係技術上嘅極限。唔單止咁，Indena 仲有超過700篇科學研究同埋120幾項國際專利支持，令我哋好有信心咁講，葡萄籽100就係葡萄籽精華入邊嘅極品。但係葡萄籽100嘅秘密武器唔止於此，佢仲加入咗葡萄皮入邊珍貴嘅植化素白藜蘆醇，可以充分發揮整粒葡萄嘅營養價值，全面提升抗氧化同修復能力。另外，葡萄籽100仲特別添加咗3種唔同形態嘅天然維生素 C， 包括嚟自針葉櫻桃提取嘅維生素 C， 同埋同脂肪酸合成嘅脂溶性維生素 C， 以及加咗礦物鹽嘅緩衝型維生素 C。維生素 C 除咗可以幫助膠原蛋白合成，支持皮膚健康之外，同原花青素配搭，更加可以對心血管、免疫功能、代謝，甚至抗衰老都有正面嘅作用。而且唔同形態嘅維生素 C， 對於腸胃敏感嘅人嚟講，更加容易適應。每日使用葡萄籽，可以令我哋嘅細胞擁有足夠嘅抗氧化能量，強化修復，維持健康，同時守護你嘅青春與活力。